大家好，我係那星小學嘅司徒甲大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嘅玻璃杯碎。今天不小心把心愛的水杯打碎了，事後我用了15分鐘去細心欣賞，發現打碎了的玻璃碎竟然比起平日那個形態更美。然後我用了10分鐘去打掃地方，再為其拍照。這短短的30分鐘，算是今天我思緒最安穩的時間。打碎了的水杯是我今天看過最美好的東西，而那水杯着地的那一聲，是聽過最美好的聲音。原來人生覺得最難的事情，也未必是最糟，因為最糟的可能一直就在眼前，而未曾發現，又或者根本就是自己。我想我找到了答案。雖然一隻爛咗嘅舊玻璃杯講唔出咩大道理，但係我睇完之後非常之有親切感，所以我高度推薦各位腦殘嘅朋友返屋企打爛晒啲玻璃杯，細心欣賞。多謝。